所以咧相信下半年咧，就算嘅住宅嘅樓價咧有向上嘅調整嘅話咧，都係好輕微，可能都係1至2%到嘅啫。各位好，2025年咧都差唔多過咗一半啦，都係時間檢討下今年上半年住宅樓市嘅走勢啦，同埋啲展望咧下半年嘅去向係點樣樣嘅。2025年咧上半年嗰時候咧，我係對個住宅樓市咧係比較悲觀少少嘅。雖然咧政府咧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刺激樓市嘅措施推咗出嚟，咁但係咧始終喺美國嗰邊嚟講嘅話咧，即係新呢個總統上場咧帶嚟嘅關稅戰咧，會對整體環球呢個經濟咧帶來好大量嘅震盪，同埋咧息口嘅去向會唔會因為呢個關稅戰咧而導致可能會不跌回反升嘅？咁但係咧，自從去到即係4月推咗關稅戰一段時間之後咧，發覺咧佢個帶來嘅震撼咧其實唔係想像咁大。咁而對個息口嗰個走勢咧，亦都冇話好似之前咁有咁大嘅壓力。咁變咗咧，普遍上嚟講喺上半年嘅後段嚟講嘅話咧，好多準買家咧都從觀望嘅態度咧去積極去入市。咁所以咧，你見得到話咧喺踏入到去5月到6月嗰陣時候咧，其實整體香港嘅住宅市況嚟講嘅話咧，就相對地係比較即係暢旺。咁當然啦，因為始終喺個一手盤嘅供應亦都多啦，咁變咗喺個價錢上方面咧就冇話好有太大嘅反彈嘅。咁但係始終咧見得到喺個成交量咧係有一定嘅回升。所以展望下半年咧，相信樓市嗰個活躍程度咧，亦都會係繼續持續嘅。咁除非咧關稅戰帶嚟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啦，咁但係而家睇嘅話咧，應該咧隨住好嘅方面嘅發展，咁所以下半年如果喺個樓市成交量相對穩定嘅話咧，一啲平嘅盤去即係已經去吸納咗嘅話咧，咁好多時候咧剩翻啲二手市場咧，可能一啲價錢咧會有少少向上嘅調整。咁但係正如之前提到啦，因為始終好多一手盤嘅仲會推出啦，所以咧相信下半年咧，就算嘅住宅嘅樓價咧有向上嘅調整嘅話咧，都係好輕微，可能都係1至2%到嘅啫。